我覺得有趣係佢係現代，即係反而一個你哋大家都認識嘅人物嚟到現代會點樣去重新認識呢個世界呢？我覺得故事有趣嘅地方係在於佢係即係所謂儒家傳統思想遇上現代思想嘅一啲衝突位，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呢個劇。又係另一個喺劇本研究一樣嘢，就係我去到咩時候就開始冇咁古代啦，偏現代啦。但我係咪現代晒咧咁？咁呢啲都係喺做功課或者喺角色設定嘅時候都要諗嘅一啲部分。仲有啲咩難題？普通話咯，即係講國語咯。喺角色創作嘅過程中都有嘅，或者係咪會講英文咧咁樣？咁我目前最深刻一定係阿 Justin，因為我一開個劇頭6日咧都係講我哋拍我同佢嘅個屋企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喺屋企韞咗6日，就日日喺度傾偈啊、吹水啊、喺度做戲啊、喺度培養感情。所以我目前對佢感情係最深厚。